讲师跟我们分享家人成全的重要性。我看听了后感觉讲感受真侪呢。为虾米呢？因为我感觉讲像即马咱的囡仔像后学主理，家己主妇啦，我会感觉讲，为虾米伊对德龄，那会安尼感觉，我感觉没有很大的兴趣，为虾米？原因是安那，我们没有陪同教育，是不是？我们没有用心在教育，或许其实有亲戚的感受啦，我嘛感恩阮爸，或许讲，我咱会感受着讲拄则咱会感受甲咱讲的讲，咱伫课堂中，咱敢有讲伫咱的同修内底，敢有对一个前行讲他修办道的精神，有激励到我们，互咱想讲，我来学伊迄种亲情。真情迄种用心的程度，互咱感动到，爱想讲他是我学习的模范。或许拄则听着安尼时阵，我伫去想着讲以前我爸爸学修讲办，伊个学习啦伊当中伊个修办的迄种精神，其实或许曾经把我爸爸感动到。我跟各位浅显分享或许爸爸因为伫我迄阵大家过来时阵，过来娘家的时阵或许爸爸来安排讲伊有一个心愿，那迄阵阮的厝阁是，迄老的厝，迄老仔厝嘛，就是迄天街的厝，真正是老仔厝落雨的时阵是内底滴水的。那爸爸讲伊有一个心愿，就是讲伊希望以后若厝里有困难的时阵，伊会当厝里一定爱熄分断。伊希望讲厝里有分断，不但是安尼爸爸佫甲我讲，伊希望讲厝里有分断，而且咱厝里的分断一定爱开文理班。伊希望讲，我阮大嫂会当担任教育的团队。就是陪同来推动浅显们，就咱的同学们来学习理解。那天道呢？伊希望讲天道就是去载德亲，来阮兜学礼节。爸爸迄种志向很大。那以前伫还袂有运动的时阵呢，爸爸就一直伫咧开始伫咧用心伫咧策划讲当然，咱有运动。有一天若真正有困难，但是或许若袂晓讲理解不会教，袂晓教，那有阵讲爸爸敢若开想讲要教要树立要招同学来教咧这，迄嘛是真困难的，对无？所以或许爸爸真的很用心，伊足用心诶，伊就去阮手工兄遐，阮林树手工案兜，咱大肥寮啊。迄阵咖喱的迄啥颜色上提琴在那边，他就在3个点碰到，就去甲伊讲咱遮一礼拜来学一个学歌，来学礼节，我来教阮媳妇来教。那时候迄阵我爸爸甲我讲咱来教礼节，咱来教同修因唱。咱的同修，咱的道亲来唱神父的歌，去感受着天恩赐着，感受着道的宝贵，会上咧学礼节。那或许也许讲我哪有可能，因为生3个囡仔，连大尾3当生3个。那迄阵中训袂开幼稚园，佫有一个妹妹等来孝敬佫一个上细汉的佫等就爱抱呢，等生了佫2个月尔。那或许就甲伊讲，阮哪有面通去？爸讲细汉互妈妈陪，迄个中训互伊坐头前，爸爸就骑一台机车安尼互中训互坐头前，来爸爸来载妹仔，来载我，伊就拢有借迄二宝车，借二宝车来去的时阵囡仔就甲伊落伫内底。
啊，就给人借玩具，啊，就无伊内底耍，伊互内底耍，然后伊就一直咧，他也是在，其实爸爸嘛是伫咧成全后学，嘛是伫咧教育互汉哦。哦，啊，那迄阵啊，后学平时要教的时阵，互汉嘛是袂晓教，但是就是凭着爸爸的一份心，那一种对道的，迄种对道，迄种道理，迄种心吼，我感受着。我拢会想讲，哦，一个老阿伯啊，哦，一个爸爸，其实爸爸口才也不好，啊，他有这个志向。不学对道路、对道路嘛无啥了解，啊，其实道他嘛无好，但是就是凭着爸爸迄种道量道心，互他互伊感动着，我学就答应他，啊，就一个礼拜，哦，一工伫迄个三级先生遐开班一工伫，哦，许讲迄遐开班一工伫林树这个遐开班，那这个会点爸爸其实我也没有在做什么，但是爸爸就甲我讲，想要介绍伊道我的时阵，爸爸就甲我讲。你家己的感受讲，你即句先有是要甲咱讲啥？你家己有你家己的体会，有家己的体会，就去那个就去3个点去到3、4甲大早晚现象，啊陪咱的老菩萨一起学习。我学跟妈公来一路来，哦一路来，爸爸的用心，哦爸爸的用心，所以爸爸嘛是伫咧啥？伫咧教育互他，宣传互他。我还有一路来，有这个对道的信念是爸爸在这个基础里面跟我闹，哦，互我机会学习。所以或许即摆都听到迄个讲师安尼讲，我感觉讲吼，我对我的囝就没有那么用心了，就没有那么用心。这个是后学要学习，哦，学习的，爱跟他加紧就是爱家己自己鞭策，看要安怎来鞭策这小朋友。孩子的机会，还有一点哦，我还记得迄阵啊，爸爸做课本主修的时阵，伊吼，我妈妈讲吼，我若袂使时啊找爸爸的时候，妈妈讲吼，恁爸去上班，啊，若到中昼的时阵，爸爸妈妈就安尼念讲，恁爸下班啊，啊，到2点的时阵，爸爸就去出门啊，啊，若下晡时要倒来练的时阵，我爸妈妈就讲，恁爸要倒来食饭。伊就是爸爸，就是逐工安尼，他没有时间在家，伊无时间去处理，伊拢去创啊？去做风清，做风清，啊，几乎就是，哦，逐工拢去咧风清，啊，去咧玻璃前线。所以讲吼，或许做道务组长的时阵吼，互他去接触我们这一组的老菩萨，啊，我咧安尼甲伊介绍，哎，我讲看来辛苦啦，哦，伊拢讲吼，恁爸爸拢常常来阮兜呢。哦，恁爸爸拢常常来阮兜呢。直到阮爸爸伊骹袂行的时阵，或许去逢亲的时阵，前拢来关心，问讲吼，啊，恁爸爸即马安怎？啊，互我就感觉讲吼，爸爸真正，李修满德迄种精神真正互人会感动着。这个是爸爸让我，然后会互他会想讲吼，要爱学习的这个典范，修办道的那个精神真的很不简单。会去感动着互他哦。那多讲，这个刚说过讲讲自我充实，以道为重。我浅浅，充实人很重要哦。真诶，咱若平时咱无充实，其实咱出去拢会面对足侪无亲诶。我们心中没有什么东西，当我们面对道亲的时候，咱唔知要怎应对哦。哦，咱就唔知要应该应对，所以吼，拄则有一句，伊就讲，师母甲咱讲，咱一天内当用2点钟的时间，在办道，保证咱练功，吼，咱成道一定无问题。逐工拢用2点钟，但是咱即马讲2点，莫讲逐工，我们来问自己，一个礼拜。咱一礼拜，咱莫讲逐工用2点钟，咱一礼拜用几点钟的时间伫办道？这个问题关系咱人间的心肝呢。
哦，我较希望讲咱家己拍一个分数，我一个礼拜用1天，用2天，用3天，用4天，用5天，还是我每天都在办到？我们用多少时间在我们的心性上？因为拄则甲咱讲以道为重，我们要众生轻放，众生轻放。可是咱呢？我们有没有真正达到去那个心以道为重？咱敢有想着讲，道较重要，有无？如果讲咱若无认为讲吼道比心去较重要，那安尼咱一定行袂出去。咱咧行，咱会安那走2步，可能退3步，或者还是讲行2步退2步。咱会安那要前进，我们要精进，很困难，很困难。所以讲各位亲戚，咱甲想或许拢常常安感觉自己拢想讲咱敢愿意，甲咱家己的心，甲咱家己的心放讲规个交互上天，咱敢愿意甲咱家己的心一半交互上天？敢愿意？问自己。如果讲咱家己啦，人讲我们要众生轻凡嘛，我们要借假修真，要善用生命，善用咱的生命。但是咱规礼拜、规个月，咱拢忙于翻业，无用翻业，咱嘛无迄个道心，无迄个道心，也没有冲劲。也没有冲劲。那我们对自己，咱忘记讲，咱要起来新转版啦。咱讲咱要新转咱家己，咱要新转咱家己。那讲以前啦咱讲生命无常，谢谢。咱进来等伊啦进来当下我们回去了，以咱进的心境，咱等的时候，咱是要认清。还是讲我们现在要面对济公老师？我们要面对吴起老母，咱会感觉讲我问心无愧，还是感觉讲我很愧对老母，愧对天恩师德。我感觉讲我虽然求到遮尔宝贵的内道，可是我无用心来礼拜道，来礼修家己。如果讲咱进互咱家己的答案是讲我感觉讲我阁无够，我还要加把劲，我还要加油。那咱请各位姐姐，我们一起，真的，我们大家要一起加油。真正是爱做伙加油。咱拢知影讲咱今仔日，咱拢常常讲说甲人讲咱人啦，咱若家己啦，若讲开发会，咱一个人来来开即个法会，咱来开法会，会当安那，咱来九言七奏，会当甲咱做伙来分享听法会，对不对？咱亲切，咱知影讲咱来听法会较尔好，咱敢会讲开班的时阵有法会，但是我分段出来，敢个会安尼？啊是你会感觉讲，开法会好，我就是去，我就是去。因为安那，我若去我会祖先会去，好学进进真正互我有在咱神元山庄老有班的时阵，互我毋敢讲，我无爱去，因为安那，互我足无容易的，甲阮阿嬷带去五心宫。或许爸爸甲阿公拢家伫阮的屋那边，家伫阮屋那边，迄阵互我要争取阿嬷来带五心宫，是因为互我听到咱的电环师讲咱伊的孙仔、伊的囝，若伫云堂修行去参加法会，伊的祖先会当去听，来云堂听道理，听道理。那互我的妈妈因为有一个观念，就是拢两代。
去用台，而且阮的阮阿边搁一块土地足大块，阿公家伫遐，阿爸爸嘛家伫遐，阿妈妈当然嘛是希望讲阿嬷会当家伫遐，但是互我一直争取，甲阮哥哥争取，哦，甲阮妈妈争取，我希望阿嬷会当来摸新娘。因为互我感觉讲，我无法度通帮忙阿嬷，阿嬷因为拢食寿司食10几单，食早餐，没有办法，我无能为力，帮助阿嬷来全素，来当出来敬歌。但是我希望讲阿嬷嘛会当来听我道理，哦，所以来讲，可能是我有那种心，所以妈妈跟哥哥也答应说，互阿嬷来带武圣宫。那阿嬷来带伫我心中。我若去神远山庄参加合唱团，我就想讲，哦，阮阿嬷今仔日会来听我唱歌。我若去入班，哦，神远山庄有班，我去入班，我就心内安尼想讲，阮阿嬷今仔日嘛会当来遮听我。搁亲像我敢会当海滩，我即摆无去，阮阿嬷就即摆会当来听着你安尼。吼，安尼敢要相信讲，咱的九月七祖真正对咱收入？敢要相信？也是咱听讲师讲的，咱若听讲师讲，咱会无力，真的，或许亲身体验。我喊吼，真一阵仔有一阵仔吼，就是身体无介好，暗时困袂去，嘛或许就甲阿朱姐，啊，佮甲阿秋讲，我毋知影，暗时困袂去。阿朱含阿秋就讲，我知你去对了，迄收影电话师无伫遮，讲袂要紧，嘛无电话师知影。吼，因两个就带我去收惊，结果咧收惊吼，迄个师姐啊，迄个阿婆讲啊，伊讲吼，恁头的即边吼，有一个吼，大，恁的阿姑啊，细汉就过身去啊，啊伊拢要对你哦，你若暗时要出门去运动吼，伊拢要对你哦，对你去运动哦。那或许你想讲，今天哦，阮有一个阿姑啊，做早就过身去哦，就讲吼，你若毋知影，你搁咧问你大家啊，安尼，迄个阿姑啊，你若听出问，你暗时要去运动，就要对你去运动，那或许就甲妈妈嘛，哦，因为其实那个当下，我去想说，啊，伊若毋去对我哥哥，啊，伊若毋对我嫂啊，伊若毋对我妹妈，对我阿姐啊，谁人要对我，害我拢袂困去。或许我迄阵啊，当时我想我伊若对，伊若要对我，啊，特别时阵，我甲妈妈讲妈，迄阿婆仔若收惊讲吼，你有一个查某囝，细汉就过身去，啊，妈妈就讲吼，迄毋知，就啊未10岁的时阵，就是迄阵啊吼，有咧啥讲啥物马拉伊啊，啥物，就一个名字，就是迄阵拢做到落屎的，啊家境佫无好，啊佫考医学佫无发达，啊所以阿婆仔细汉就安那落屎，就翘起。我讲妈妈，啊，若讲迄阿姑仔拢要对我去运动，哦，妈妈就安尼想讲，啊，若安尼，来，咱两个来后边嘛相遇，啊，妈妈就来讲吼，你若要对我去运动，你吼爱保庇伊身体健康，毋通互伊你家己对伊，啊，互伊身体歹，吼，啊，暗时困袂去，啊，因为伊工课足济，你爱吼，互伊身体健康，啊，保庇伊身体健康，互伊会当轻松，真正呢，安相相小小的，真正隔天我甲主讲，毋是吼，嘛袂使呢，真正从后学的隔天开始就可以睡觉，所以各位亲戚，咱的祖先真正对咱受用，这是互我亲身历经的，亲身历经的，啊，来的没有事情啊。那或许天想讲，咱道场有班。咱道场有班，咱讲来讲，咱一个人咱的师尊甲咱讲，虽一人，仅系多少苍生的信念。咱一人敢有真正拿出这苍生的信念，有没有？我们上有九强，九玄七祖，有九玄七祖，上好法就是讲，我有阿嬷。我有阿姑仔要对我收留。爸爸开工的时阵，迄阵啊，咧入殓的时阵，迄个林坛主
伊甲我讲吼，恁敢有啥话要甲恁爸爸讲？或许跟爸爸讲，爸爸，我知道你要我尽心办到，你要我尽心办到，我一定会听你的话。爸爸规空去一单哦，我拢毋捌忘着伊。明仔载对你，明仔载对你哦，今仔日甲爸爸就是要落去离开厝，啊，搁含林太太来甲爸爸咧拜拜的时阵，来甲爸爸要请过来阮这边的时阵，那一天晚上我做梦哦，真正去梦着爸爸呢，吼。明仔载做机，啊，今仔日甲爸爸的时阵来啊，请过来阮遮，恁两个去梦着爸爸呢。爸爸甲我讲辛苦你，功过名分。伊阿讲吼，对啊，做的真正拢有哦，啊，做毋对真正会记过哦。吼你办桌吼，你爱较认真的哦，迄顿是真正有哦。隔天，我就甲亲伊讲，我昨梦着爸爸呢，啊，我就甲伊讲，我爸爸甲我讲的遮个话，讲真正有呢，特别真正吼，有你做的点点滴滴，真正拢记的呢。所以爸爸交代讲，我爱搁较认真的。那我知道我爸爸对我的期望很大，伊拢一直希望讲吼，我会当有对道场有一番的付出，会当对咱道场做一寡工课。所以我迄阵啊，爸爸要入殓的时候，我就甲爸爸讲：爸爸，我会听你的话，我会更精进在修办道上，请你放心。我敢有分钱通海苔，有无？有无？无。因为我若无去神远山庄，阿嬷就袂当喊我去礼拜。我若毋出来，阿哥就袂当对我来问的。我如果没有来到场，爸爸就会不放心。所以，我不能懈怠，而且我哈常常安尼感受。虽然我的道学无好，或许道学不好，但是我拢会感觉讲，我的海苔会影响真侪兄弟姊妹，真的哦。我今天如果没有办三宝班，各位前贤，如果没有人来负起这个责任，我们有几个同学就不能学习了，对不对？所以各位前贤，每一个人，咱在座每一个人，咱今仔日会当坐伫遮，其实我们非同小可。咱敢相信讲咱是含冤而来？敢相信？我们不相信吗？我绝对相信我是含冤而来，真的。那各位姐姐，我们都含冤而来，是干好汉的呢，包括你呢。那今仔日咱家己一个人个人，咱的生死有当时，咱讲生死大事，咱家己无救咱家己，咱家己无精进，我们真的会影响很多人哦。我真紧捌过，有想要海苔，我想要在家好好休息，我不想要出来。但是，伫2个月的时间，我去甲伊用我的心去关照我们这一组。今天这个组长懈怠了，想要在家休息，没有去鼓励他们，跟他们互动。我去注意，看他们自己会不会装进自强。家己较袂种精进，讲我今仔无组长来牵带，我爱去较认真嘞，家己度家己，家己救家己。结果我看到啥？好像没有更好呢。那上无更较好呢？
所以讲界限，修办都绝对毋是咧修办人的，一日有修一日讲，一日无修一日看。莫互咱家己停顿的时间太长，不要常常给自己有借口。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忙，包括后学也是跟你们一样，我很忙。我曾经忙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规个脚趾片拢要疼，一段时间，责任跟压力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发现你甲咱分享，嘛是讲佛法做到的，但是佛法拢会甲家己讲，我拢会想讲，我一定要度我自己。我这世人无度起来，我后世人一定更较功苦。那佛法，其实佛法的考验嘛就是，或许比我们在座各位呈现哦，佛法的福报比你更较少。我遇到的考验比你们多，但是佛法拢甲家己讲，我既然就感觉世间是遮尔苦，啊在世我若毋知行，毋知走，我后世人一定会比这更较艰苦。像我跟我们讲哦，如果你前世若是先不来的，你这世唔修唔做，等你这一世，哦，你会无想到，你毋是你等于你是前世的先夫，你就等于去做先夫咯。先夫嘛，甲咱讲，你若是在六道轮回里面受苦受难的众生，但是你今天得到道，你有所体悟。你知道，好好把握道，好好借假纠正，好好善用生命。先不甲咱讲，你毋是因为你伫六道内底众生，你就会当得去呢？真诶呢？先不是不蒙逼讲。那仙佛跟我们讲这样，我们有没有去体会？要不要去体会？这个很重要。真的一定要好好把握生命。我昨暝我今暗时我拢尽量我拢会听一寡咱那个综合实验内底的讲师在讲课。我晚上会睡觉的时候，我老想讲，我醒来的时阵，我嘛要听一寡平凡。那或许昨暝听差长居点人师，伊安尼讲，伊讲因一个亲戚打电话来讲阿君啊，阮后生拜六要娶新妇，拜六要娶新妇，拜六下昼办伫啥物所在？你要爱5半工来互阮请因为迄时阵亲的。那么蔡长君电话师就来甲伊迄个亲戚讲，会啦，伊在叫啥物？就是叫食啥物食啊，会白啊，讲我会去啦。我一定红包会包一大包的啦，我会包红包去。结果咧，请中昼是12点半请，结果迄个因迄个亲戚10点的时阵讲要去柑仔店要一项物件，结果处理的时阵拢互车弄死，互车弄死。伊原本是要摕红包去互因请的，要出门是要摕红包呢。结果人敲电话来讲，伊啥物白啊，啥物色啊，迄讲发生啥物代志，安尼挑伊，伊总甲因某讲这红包安尼爱换回包啊。当场让他感受到我们生命真的很无常，差2点钟就办批书啊呢，对不？那我们自己又问我们自己。咱感觉讲咱的生命敢无常吗？咱感觉咱做侪时间吗？或许企业感，各位姐姐，我不是在跟你们讲，能够成全别人，就是在成全自己。我今天甲你讲，我感觉我搁做侪时间吗？我感觉我搁有
真长的生命吗？未必，未必。我若真若着感情，感情是一个仔尔。去互检查，人甲讲电话你得着感情，可能就几年，就得去了。但是重点不是在癌症，重点在我们每一天是不是我们自己有把我们的慧命、我们的性命交给老天。只要我们把我们的心交给老天，一切老天就会为我们安排。天也给咱安排好，或许今天中午、早上，每到10点遐，学校的妹妹、华联的妹妹，伊穿一个伊穿实际的迄种衫，她笑得很开心。学校上个礼拜去花莲，因为我就打电话去甲伊讲阿姑，姐姐要去花莲，你敢要来负担？伊就甲我讲好，结果。主席佫无用，因为伊嘛是一个组长。那或许知影妹妹在办道在很尽心，学较不如意。因为伊咧做组长，伊拢会捌咧学校咧找嘛是歹找。伊有当时找着的时阵，伊会讲我真要去做业，我真要去做资源回收，我要去做关怀。伊佫有咧教手语，即摆佫慈济佫鼓队，他甘愿参加。或许迄阵我会生气的时阵，有一摆妹妹打电话给我，因为妹妹早期她有甲状腺癌，后来她甲状腺癌就移到骨癌，又移到哪里的癌？她跟我讲说怎么办？她哭着跟我讲说：“姐姐，我要怎么办？我小孩子还小。”或许说你不用怕，我能帮你，我尽量帮你。那或许的。分心去那个上帝庙，跟上帝阿公主力，我和妹妹囡仔生做细汉，请把我5年的生命给我妹妹。那学校拢甲家己讲我减5担，学校拢甲家己讲我毋知我的机会我偌久会转，但是我甲上帝阿讲我要5担我妹妹，因为我妹妹囡仔细。最让或许感到安慰的是讲，妹妹接受有慈济，她尽心尽力在办道，在付出，在做无畏师。结果妹妹迄阵早期，伊先来讲，伊上久会当活到5担。我上久会当活到5担，那或许也许讲我若搁加5担，可以，你还有10年，我没有跟她讲，但是我甲讲，你袂5担。因为姐姐一定要加5担互你你有怎么办？但是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我很高兴的是，妹妹修到华喜充满，整个华相是菩萨华相，她的生命没有白过，不管多少年。即摆互她去花莲的时阵，伊甲我讲，伊做主席做足快乐的，伊逐工拢足充实的。因甲伊讲，你著拢干那去做主席就好啊，伊著甲伊的心寄互主席，叫兄天下干的兄弟姊妹，好亲像，这嘛是互较爱的人生，互较爱的人生就是安尼。我嘛希望讲我会当奉献互老母娘，我真的很想把我自己捐出去给老母娘。但是有爱到有当时啊，就是有家庭。我身边又有一个亲戚，他比我小孩更连我。等那时候拜六阿辉咧搬厝，他昨天晚上跟我讲说，你拜六才当喊我去花莲，去台中甲阿辉搬厝。我来讲，但是我要骗囡仔啦，伊还讲啊，无你囡仔抱来。我讲阿辉要饲2只迄，要饲遐迄，要吃草堆，这种草我炸袂了。伊讲不要紧，阿伟你当老他，他就是要闯关你的辛苦逼，这个是后学，所以没有办法跟他去讲的。我怕你讲我真侪一直听你做这个，
真济一定欠你足济。或许跟他讲说吼，我做伊万，我做平常阿煮的呢，我讲平常我助理的呢，安尼去泰国去1个月呢，我做平常阿煮，我咧常常出国。伊就讲你想要去哩？我讲嘿，我最想要去。伊讲吼，等我退休咧，我讲我毋知等下到未。伊也讲啊，无我真退休，我带你去。的意思讲，伊就爱带我去，我才当去，我若可怜的好啊，各位姐姐。这是候选的人生，但是互较的嘛是会支持的，请你甲我讲的，你如果有心要办到，你到哪里都可以办。互较的用的随缘，但是互较嘛是有一个心愿啊，我想要出国疗愈的心愿。或许希望讲，有一天我真正会当把我这个小小的爱心，再跟外国的有缘的道亲结缘，这是后学的心愿。那我们回归正传，后学嘛是咧鼓励讲各位前贤，我们道场现在有文理班，我们道场现在有三宝班，那不只是人才教育班、检点班。我们道场真的很需要我们的一份心哦。等那像阮领人，阮因像领人安尼出来，摕钱钱，阮也像阮阿里大哥来讲环保讲无好的时阵，阮领人他到学以后学好，伊就会安那，互伊一寡有一寡体证，还是迄落道学伊会家己指导。我感觉讲道场就需要像阮领人即种人，大家共同做伙来为咱道场出力，这叫做啥？承上启下，很重要。只要我们有一份心，相信后学们他们都会感受得到。刚是不同领人，如果讲我们没有那种心。那几个人的力量，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把后学来学习，后学觉得还有不足的地方，而且你互较拢感觉刚想着讲，其实咱来咧听，嘛是咧自我充实呢。像互较听文玲讲，听阿里大哥讲，听咱的前贤伫咧学习安尼讲，互较就咧讲啥物时阵我拢会当去讲三宝，为虾米？因为我常听因咧讲，因已经咧甲我教，因已经咧甲我教，就咧上帝相主长，伊讲透早打电话甲亲人讲，要叫我做上帝，我也袂晓做上帝，要安怎方法要安怎教我做上帝，但是后学着凭着迄个印象，伊咧学习的时阵，按头日做到对，有使，就是爱念安怎，后学着凭那个印象，就刚才就做上帝。这个也是，这个陪伴也是在学习哦。感谢相关，感谢啊。所以讲，互较嘛，希望讲各位姐姐，我们每一个人出一点点力，为咱家己，为咱的经验去做，为咱的同修，为咱的后学们，大家手牵手。大家心连心，大家共同鼓励，咱个人奋斗，为了稳良的打拼，互咱的爱情的道路能够更丰展。这是互较的心愿。因为伊嘛是所以遐哩拄则伊爱讲三宝，伊是要甲互较讲啦，但是互较讲不要叫我讲国语啦，我也不会讲国语，为什么要讲国语？就讲这个一定要讲国语，我讲安尼我来做操持，所以遐哩讲伊较标准，所以来讲就是各尽其职，后学也来这边跟各位前贤学习。好，那我们现在时间到了，来闭班，大众请起立。闭班下午几劳明行30公里前到1公。
再鞠躬，3鞠躬，支架前人鞠躬，支架女士鞠躬，坤道1鞠躬，再鞠躬，3鞠躬。哦，好，一般啦，好，来，我们现在支架，来支架下扶起，然后往前3鞠躬礼，前到1鞠躬，再鞠躬，3鞠躬，支架前人鞠躬，支架女士鞠躬，坤道1鞠躬，再鞠躬，3鞠躬，支架前人鞠躬，支架女士鞠躬，前起按走。